今日教大家煮韓式辣燉雞。首先將雞飛水，水滾咗之後就可以取出，然後沖凍水洗乾淨，用廚房紙巾印乾，然後加入調味料，將佢哋攪拌均勻。唔記得咗放蒜蓉，而家放返入去，再攪拌均勻，然後醃大概15分鐘。跟住準備其他材料，將洋蔥、紅蘿蔔同埋薯仔去皮切大塊。而家正式開始煮，首先放入已經醃好嘅雞，跟住放入已經處理好嘅洋蔥、紅蘿蔔同埋薯仔，加水到2/3滿，開大火將佢煲滾。煲滾咗之後再攪拌一下，轉小火煮20分鐘就完成啦。最後加少少蔥花，開飯。